高雄新興區的林森路一帶路口呢，是因為車輛多，而且速度真緊，所以常常會發生事故。交通局現在是決定來參考國外的做法，在這來設高雄頭一支快速閃示的警示燈，希望會當改善路口的安全。這效果若好，未來就會大大推廣。民眾徛佇斑馬線等幾步唔敢過，也有徛倒擺的民眾明明無需要兩大石堵刮，來到這也是停落來等，看無車才敢挖。主要都是因為高雄市林森路甲舊定路這個路口，過路的人車多，速度夠緊，不過所無設青紅燈，民眾講常在發生車禍。車子真的很多了，都不讓人家就對了啦，一直在衝啊那樣。趕要緊過中正路嘛，無伊啊動地啊足久，啊你中正這條巷啊。這條路小停路出來，一人看這邊的人都會出來，那邊較緊啊，因為邊過中正路過，伊速度較緊，那邊出來袂有，攏嘛是一定的車禍啊。土地住戶若無同意，有一方無同意，咱就做袂成啊。啊，做袂成的時陣，就是繼續連緊吼，差不多逐個月，也是講吼2禮拜啊，都攏有。阮的里面若是安尼徛過嘛，常常去受傷，也是講外地來攏常常佇遮受傷。根據警方統計，今年到7月底，這個路口已經發生4件車禍，其中2件有人受傷。里長講，因為住戶無登記，佮加上路口寬度僅60公尺，無達到設青紅燈的標準。加在經過各方的努力，現在交通局按算要參考國外做法，配合路口重新規劃設計，來設高雄頭一支快速閃示警示燈。透過車道瘦身、標線庇護島的方式，簡化路口動線，並提供行人安全的等候空間。另外，交通局也向中央申請了行人快速閃光號誌，那爭取今年第4季核定後，那盡速發包施作。高雄目前有巷仔有類似的警示燈做法，用紅色的圓燈來提醒民眾車速放慢。若這款新型的快速閃示警示燈，外形會親像警察局做的這款，不只個火會愈光愈顯目。交通局講，舊定路這是高雄頭一大示範點，未來若是效果好，會擴大推廣。記者郭家竹、邱朝陽高雄場報道。